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2月16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以賽亞書11章第1節到第9節，民數記16章第1節到19節，希伯來書13章第7節到17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無改變，未改變。契約合約。是要確保簽約的雙方未為改變當初時的約定。但是咱攏知影，即種片面來違背約定，也是講隨便改變內容的人是非常的多。特別是咱看到佇政治上，甚至佇婚姻頂懸的例非常的多。人經常會講，只要我介意，也就是講，只要我無介意，我啥物攏會當後悔，啥物攏會當毀約。上帝本質卻毋是安尼。聖經甲咱講，上帝是信實的，伊無改變，嘛毋免安尼簽約，因為上帝呼召，並且找起摩西倒轉去埃及，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脫離做奴才的地。但是咱必須愛先降服佇上帝，並且願意服侍眾人。利民數記16章第1節到19節，利未的曾孫迦拿孫哥哈的孫以斯哈的囝哥拉，甲魯便的後代以利亞的囝大丹、亞比蘭，甲米勒的囝安，因起來反抗摩西，從以色列人中間250個有名望、受會眾選出來的領袖，做伙去找摩西，因聯合攻擊摩西甲亞倫，講：恁上過分啊！全體會眾趁各人攏是聖，逐個人攏是聖。上主嘛佇因的中間，恁安怎自高？看家己比上主的會眾較懸。摩西聽到這個話，就趴佇塗骹，對科拉甲因迄陣人講：明仔早起，上主要指示人，啥物人屬伊。啥物人是聖，就會叫迄個人就近伊。上主要互伊競選的人親近伊，伊就安尼做。科拉甲恁這陣人，就摕香爐來。明仔載恁就佇上主面前，佇香爐內底取火，頂面下香。上濟敬着的人，伊才是聖。恁遮的利未的子孫才是上過分。摩西閣對科拉講：利未的子孫，請注意聽，以色列上帝甲恁對以色列的會眾分別出來，互恁親近伊，辦理上主會務的事，閣徛佇會眾的面前服侍，恁減小看代志。上帝閣互你甲你的親族利未的子孫做伙親近伊，伊要求祭司的這份事無？你甲恁這陣人聯合，是在攻擊上主。亞倫是啥人？恁竟然對伊發怨言。摩西找人去叫以利亞的囝大丹甲亞比蘭，因講：阮毋去。你甲阮對流年甲密的埃及地帶出來，害阮死佇曠野，閣要家己做王管害阮是無？你毋若無帶阮去到你所講流年甲密的地，無互阮的田園甲葡萄園做家業，閣要烏正的人的目睭是無？阮無要去你遐。摩西就非常生氣，對上主講：求你毋通接納因的祭物，我毋捌牽過一隻驢仔，
嘛毋捌害过因一个人。摩西对科拉讲：你甲恁一群人，甲阿伦明仔载拢着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恁250人，逐个带着香炉，内面滴香，来到伫上主的面前。你看阿伦着家己带香炉来，因逐个人就摕香炉内面煮火，顶面下香。因甲摩西、阿伦徛伫会幕的门口。科拉调集全体的会众来会幕的门口，攻击摩西、阿伦。迄时上主的阳光会众来显现。是啊，基督徒应该爱经常孝念上帝恩典甲大领的保守，因为上帝是无改变的。以弗所书13章第7节到19节来讲，着少年引带恁传上帝信息的人，互恁的人，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来学习因的信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，直到永远拢袂改变。恁毋通互阮逐款奇异的教义传迷路。因为你心灵较好，着靠上帝的恩典来坚固，毋是靠食物，靠遵守食物规定的人，拢袂得到利益。咱有一个祭坛，顶面的祭物，伫会幕内服侍的人无权通食，因为大祭司带精神的火进入伫至圣所，为着人民来赎罪。精神的身躯却伫野外烧，所以为着要用家己的血，互人民得到洁净。耶稣嘛伫野外牺牲来死，安尼咱着出去野外，去伫遐甲伊同受凌辱。因为伫遮咱无永久的城，咱是伫找迄个得要来的城。所以，咱着通过耶稣基督将称赞的祭献互上帝，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最顿所结的果子，就会记得做好事，互相帮赞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就顺服从因传恁的人，听叹因的话，因为因不时地看顾恁的灵魂。通互因对上帝交代清楚，恁着互因欢喜工作，无讨愧，若无对恁无利益。经文讲到的耶稣基督是无改变的，特别在讲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拢袂改变。伊不但是毋是即个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上帝。伊嘛是永无改变的主，是咱坚固的瓦壳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对亚西的老树头的半影，对伊的根的发幼枝，上帝的神要甲伊同在，就是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，有计划甲能力的神，有知识甲敬畏上帝的神。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。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。伊要用公义医护善车人，用公平保护人看不起的人。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滚讲迫害者，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用信息统治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，豹甲山羊做伙困。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，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，牛母甲熊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阵休困。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年的囡仔。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口来佚佗，
当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会血，伫我圣山的逐所在一定无伤害，嘛无迫害，因为对上主的人物普及传递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恳求主爱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活出美好生命的见证。愿意帮助人，互人得到利益，更较愿意甲主耶稣基督同款，无改变阮起初的听心，听人甲亲像家己，用心益人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